继续来看这位来自花莲的罢免团体发言人陈在玲，驶宣传车到台中，想要驶入去中兴大学，去问一寡朴素学位的问题。门口的警卫也讲，学校是行政中立的单位，宣传车未当进入。陈在玲真不满，双方起口角。也毋过，陈在玲最后也是找到机会，把这个宣传车共驶入去学校。这个警卫也是骑乌多摆伫后壁绕。经过一番的劝导，陈在玲才离开学校。我要来高等所处理一款代志，我是学生。罢免的宣传车驶入中兴大学，家属讲家己是学生啊，也毋过警卫坚持宣传车未当驶入的学校。你要我开广播吗？你现在要我开广播吗？警卫继续学倒摆，插伫宣传车头前甲阻挡。张中岛来自花莲台湾当下的发言人陈在玲，驶罢免团体宣传车轰动伫学校门卡口。谁说车子不能进来？我不是说车子不能进来，你这个是宣传车，宣传车不能进来啊！陈在玲要求警卫出示规定，警卫坚持学校是行政中立的学术单位，也毋过陈在玲要完成宣传车硬驶入去学校，警卫翘倒摆喊足去甲阻止。你不要知道你自己在犯罪。我跟你讲，我是犯罪，我犯什么罪？不是，你根本没有公告。没有公告，还要公告？当然要公告啊！谁说？谁说的？经过劝导，陈在玲才将宣传车驶离开学校。伊事后伫面才强调，伊是来处理朴素学位的问题，因为无想要搁浪费时间，所以该用敲电话向助教请教听书。伊认为将车静音驶入去校园无任何宣传，也毋过校方回应讲。学校尊重公民对民主权利的行使甲言论自由，也毋过依法政治的宣传车都是未当驶入的学校，实现公民权也都爱尊重无共的声音，甲理性的对话。我觉得会影响到孩子上课，因为主要这也是让孩子学习的地方。政治还是不要进入校园比较好，就因为宣传车它如果是开进来的话，就代表它有广告的嫌疑嘛。校方解释，根据教育基本法的规定，学校是中立的教育单位，未当为着特定的政治团体宣传或者是办活动，所以无同意让宣传车驶入的学校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